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媒体人周玉蔻甲蔡玉珍选举前讲，这中国小姐张淑娟，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伫咧外口的小三，这是互张淑娟食不满去甲因告诽谤。台北地检署今仔日第一届来开庭，张淑娟讲，咧等开庭的这3个月，伊是痛不欲生，就是伤心甲拢无想要活落去咯。张淑娟讲，伊无法度理解两个无识无识的媒体人周玉蔻甲这个蔡玉珍，竟然会当做假新闻，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无中生有来侮辱伊的人格。张淑娟讲，自从伊提出着告诉到单，拢无接过周玉蔻道歉的电话，伊目前嘛无打算要来和解。那周玉蔻安怎来回应呢？伊讲吼，这甲我无关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个多月了。不瞒各位说，其实我这3个月来是痛不欲生，我从来没有活得这么痛苦过。讲到闹讲甜，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、各媒体人周玉蔻、蔡玉珍红海名声，下早头一摆开庭。我当初那么勇敢，一个人带了2个国旗到波多黎各去比赛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帮我啊。但是我不是赢了那个国旗回来，是这样子被糟蹋、被践踏的。怎么可以在电视上10几天绑架一个人的名字？捍卫家己的名声，张淑娟下早开庭7点半钟，案件是为这来的。张淑娟小姐已经告我了，跟蔡玉珍，我们进法院。周玉蔻也了，张淑娟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老爸蒋浩炎，当年伫金华困过查某主角。张淑娟无承认过妨害名声，不过提过迄天周玉蔻佮出来改回失礼，陪伴伊提过王凤梅嘛来改大声。丢脸，丢脸又怎样？不要脸！他对着空气鞠躬道歉，我人都没有到，我不知道他在跟谁道歉，连我们来按铃都霸凌。从9月26号到现在，我没有接过他的任何一通道歉的电话。无原谅周玉蔻，律师嘛讲张淑娟即马无按什么和解。对这件代志，周玉蔻下早讲开庭甲伊无关系，就挂电话。这场名声之战，伫咧短时间内恐惊袂要紧收煞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